我现在已经接受，就是台语火星文可以是一种台文了。台文其实有很多种啊，有那种全部都是汉字的嘛，就是比如说如果你去 KTV 点歌，那你看到的歌词应该就是全部都是汉字的。之前日本时代他们有那个用平假名写的台文，对，有一些符号跟日文的又不太一样，但是它有就是真的把它调整成就是可以对应到台语的声音的，也有那个大家可能也有蛮常可以看到，就是全都罗马字的。清国时代的时候，清国没有统治整个台湾啊，反正那时候有传教士有带来的系统，还有什么？还有那个之前也有人提倡过用韩文字母来拼，用谚文来写台语，没错，用谚文来写台语，反正真的很多种。还有什么方音符号，就是注音符号的 DLC，对，那个以前的台语课本也会用到。那我就觉得说，你真的一定要说哪一个是标准吗？有一定要哪一个才是对的吗？就他们都可以是对的那我觉得语言好像就是需要经历一个阶段，是大家都去用用看，然后就会共同决定一个哪个是最好用的、最多人用的。那我觉得啦，喜欢用台语火星文的人可以自己去用用看，然后用的够多了，就会发现火星文哪里难用，因为火星文很多时候是没办法对应到唯一的声音的，然后你要一直猜它到底是什么音，你会猜不透。对，我就觉得如果真的有人尝试用台语火星文互相交流之后，应该就会发现有更好用的系统吧。